各位好，今日由我世紀21羽田地產為大家介紹一間位於鄰近太和港鐵站嘅樓盤。呢個樓盤位於大埔嘅悅發大廈。好，我哋而家睇呢個單位實用面積咧係447尺，係一個兩房嘅單位嚟嘅。而家係睇個放售為主，以放售為單位嚟嘅。好，我哋而家入屋見到一個長廳，呢度就可以擺餐台。咁啊，另外邊廳咧，可以就擺梳化同埋電視機。好，我哋望埋個廚房。咁啊，廚房空間感都充足。我哋睇下廳嘅窗，廳個窗主要就望少少樓景，咁啊仲有望到啲個公園景。咁我哋再入去睇埋個洗手間同埋兩間房間嘅 size 啦。咁啊先睇個浴室先啦，洗手間。咁啊浴室都非常之寬敞，夠闊落，企缸嘅設計。好，跟住我哋望下主人房先，大房。咁啊，大房做咗張入牆嘅雙人床，咁呢度都做咗一立做到頂嘅衣櫃、梳妝台都有。咁啊，房間咧個景觀都係以樓景為主嘅。呢度主要望外街啦，感覺都唔算話太嘈。咁啊，望埋個細房，咁啊細房都做咗個入牆嘅床嘅，同埋細房窗戶就非常之充足，有兩邊嘅對流窗，仲可以做張書台，入牆嘅衣櫃。至於房間景觀都係以望樓景為主嘅，但係都會係靜嘅，因為架車嘅流量唔多。咁啊，大埔悅發大廈咧就鄰近呢個太和港鐵站啦，步行去到，同埋喺度有附近好多食肆、酒樓，非常之方便。搭巴士都可以去到嘅，搭巴士都可以去到出邊周邊唔同嘅地方。好，今日介紹到呢度為止啦。咁如果大家對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聯絡我哋世紀21羽田地產。多謝大家今日收看，再會。